破发现金1万块，今仔开始全面开放登记。有立委嘛表示讲，若即几天放风抬价，你销敢会有受到影响？财经公司的董事长林国良是表示讲，原则上是未受到影响，也毋过有一寡小型的金融机构的作业可能会较慢一寡。破发现金1万，七早起全面开放登记。立法院财委会考察破发现金业务，问到若红台放风抬价，敢是会影响入效？原则上是领得到，看有的银行它比较小的话，它的作业它有它的排程。到七早早起11点，已经登记人数突破490万人。财政部提醒，若登记数字的口座甲身份资料无符合，口座无存在风结清、停用，还是口座风特费警示号，拢有可能造成接触失败。到时阵会当重新登记，还是改用其他方式来领。在11月12号，可能会有一小部分的民众呢，因为金融账户的资料有问题，而没有办法顺利成功。那数位发展部呢，也会跟这几个部会呢，在合作，在11月底呢，办理第2次直接入账的作业。17会开放 ATM 领现金，到时阵倒一寡 ATM 会当领。全台有16间指定金融机构，民众会当透过大有破发现金识别打抓的 ATM 领现金1万。可以办理 ATM 领现的机台总共有28036台，那已达全体 ATM 总数的84.34%。讲要将破发1万放大100倍，只要家己就甲你讲答案。刑事局已经收集数十条以破发现金做空头，其实是假投资诈骗的网络工具，用1万放大的方式，用手机变现金，专门拢会当领定来骗民众点击。他的诈骗手法还是以假冒公务员、钓鱼简讯，那还有这个骗取提款卡或个资的部分。根据财金公司预估，12头一批入销的会超过900万笔。12月24是开放邮局领现金，民众爱记得准备好发放对象的健保卡、甲本人也是代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